在20大期间，中共政权曾暗示将继续在东突厥斯坦执行前限期的恐怖政策。作为新疆代表团，在10月2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并坚称将继续贯彻反国共同中华民族意识的方针。据中国人民网报道，10月20日晚，第20届国会新闻中心在5号广场举行集体新闻发布会。作为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张菊林与来自青海、宁夏等中国省份的代表一起参加了集体参观。加拿大国会议员本周将考虑一项新措施，以应对中共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少数民族的镇压。据环球邮报报道，由自由党议员萨米尔·祖贝利提出的一项动议，呼吁加拿大为逃离中国并居住在土耳其等国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群体提供1万个难民名额。该动议将在周三开始辩论。中共政治局新成员公布后，人们更加担忧习近平将加强注重意识形态驱动政策，并为此不惜牺牲经济增长。周日，习近平打破先烈获得第3任期，并发布了由中正盟友组成的新的政治局党委名单。香港股市周一暴跌，人民币锐美元走软。香港基准单升指数周一暴跌 6.4%， 创下2008年10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美国司法部10月24日宣布，在3个独立的案件中，对13名中国公民提出指控，其中2起案件是在纽约东区的联邦法院提交的。在其中1起案件中，2名被指使中国的情报人员被指控试图阻挠美国政府对一家位于中国的全球电信公司的调查。被告何国军和王正被指控试图指挥美国执法机构的一名雇员获取有关证人、审判证据和可能对涉案公司提出的新指控的机密信息。英国前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10月24日在竞争对手退选的情况下自动成为执政的保守党领袖，并将接替特拉斯担任新首相。印度的社交媒体和电视视频充斥着对42岁的苏纳克成功的新闻，他的印度身份和信仰尤其受到关注。印度总理莫迪在社群网站推特发文说，衷心祝福苏纳克，我期待你成为英国首相后能和你就全球议题上展开密切合作。据中国地震局网站消息，当地时间10月23日22时53分，东突厥斯坦和田地区皮山县发生5.1级地震。中国当局尚未报告地震灾区的任何经济损失或生命损失。